Hello，各位曼聯球迷，喂翻你下。好啦，球季已經到咗最緊張嘅階段，爭歐聯席位真係爭到頭崩額裂。今集我哋就嚟一次特別分析，不過我哋唔講內戰，我哋要集中火力睇下我哋爭前五最大嘅對手。嗱，佢哋最近發生嘅事，可能就係我哋成功攞到席位嘅關鍵所在。係呀，你冇睇錯，等咗咁耐，國戰沙計終於還啦，英超翻嚟啦，戰火重燃，最刺激、最肉緊嘅時刻，而家先至開始。冇錯，得翻7場就係啦，7場連晒就會決定晒我哋曼聯下個賽期嘅命運。可以話場場都係決晒，每一分都身至攸關，諗起都得嘅整仗。所以問題嚟啦，下一個球季我哋到底先可以喺歐聯呢個最高舞台，定係要跌落去梯次一節嘅賽事呢？個答案就喺呢最後7場波裏面。好，事不宜遲，我哋即刻落正題啦，睇下而家個形勢到底係點。首先有個好消息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因為英國兩球會喺歐洲賽嘅次數較高，所以英超經界已經 confirm 咗頭5名都可以直接入下屆嘅歐聯。哇，呢個真係天大嘅好消息，即係話我哋嘅目標更加清晰，亦都更加大機會可以達到。點解個個都話個位咁重要？唔單止係為啖字，仲係為咗錢。你睇下呢個數字，8000萬去到成1億英鎊，呢個只係潮會一入到歐聯最基本可以帶動嘅外收入咋。有咗呢筆錢，夏天買人同潮員續約，成個僑會嘅發展完全係兩回事。所以而家唔使諗其他嘢，由球隊到我哋所有球迷，今期剩翻落嚟，唯一最核心嘅任務就要保住甚至鎖實聯賽前5呢個位。好，咁我哋第一個要睇嘅對手就係佢哋阿斯東維拉。老實講，佢哋今季嘅表現真係穩定到有啲驚人，絕對係一隊唔可以睇小嘅黑馬。睇翻佢嘅最近嘅情況，你可能會話佢嘅足總杯出咗缺話，但你換個角度諗，呢個可能反而係一件好事，因為佢哋可以將所有精力集中喺聯賽同埋歐霸杯，再加上佢哋嘅王牌射手佢根斯喺歐霸杯梅開二度狀態翻晒嚟，火力全開。呢一點對我哋嚟講，絕對係一個好大嘅警號。不過講到維拉最大嘅武器呢，其實唔係喺球場上，而係喺教練席上面。冇錯，就係艾馬利。佢係球壇公認嘅歐霸專家，之前已經贏過3次冠軍。佢對於杯賽淘汰賽嘅觸覺同戰術部署真係世界級，呢種經驗係其他對手完全冇得比嘅。咁呢，就帶出咗一個我哋所有曼聯球迷都必須要非常留意嘅重點。維拉佢係其實有一條潛在嘅後門，可以唔經聯賽直接殺入下屆嘅歐聯。呢個就係關鍵啦。根據歐洲足協嘅規則，只要力引到歐霸杯冠軍，咁你就可以自動獲得下期嘅歐聯入場券。最重要嘅係，無論你喺聯賽排第幾、排第5、排第6、排第7都好，都唔會影響呢個資格。而幕上面就係佢哋嘅奪冠之路，由8場開始，只要再贏3場波就可以碰杯。你諗下，有艾馬利呢個杯賽專家坐鎮，加上球隊係家嘅士氣，呢件事絕對唔係天方夜譚，而係一個我哋必須要認真對待嘅真實可能性。哇！而跟住落嚟呢個抗人性就更加瘋狂，因為呢個歐霸軍轉嘅席位呢係一個外圍席位，意思係如果維拉真係贏咗歐霸，但同時喺聯賽又排唔到頭4、頭5，咁就可能出現一個希景，就係下季英超會有6隊球隊一齊踢歐聯，真人威啲嚟喺度嚟到啲。好，掌面穩定到對人精嘅維拉，我哋再轉個頭睇下另一個對手利物浦，佢哋嘅情況可以話係完全相反，180度嘅唔同，基本上係處於一個崩盤式嘅直插灑滑狀態。我哋先睇下佢哋最近嘅戰績。首先係足總杯，俾曼城大炒4-0。喂，呢個唔單止係輸波，切圖係一場潰敗。然後再去到更重要嘅歐聯戰線，2回合被 PSG 完全擊潰，踢到好限手之力。喺咁重要嘅舞台交出咁嘅表現，最終出擊真係令人失望。不過我哋作為對手就更是開心啦。而講到對 PSG 咁場波，其實有一個數值可以總結晒成件事。嗰個數值就係0，係啦，就係0次中目標嘅射門。你諗下，成場90分鐘比賽，佢哋連一腳龍門都射唔中，
呢個數據已經證明咗佢哋當時係完全俾對手壓制，喺進攻上可以話係一籌無展。咁所以呢，由我哋孖人球迷嘅角度去睇呢，呢啲消息呢，就簡直係天籟之音，啱唔啱？佢哋內部睇嚟亂晒龍，球迷公開反領隊、反高層，官散博運。最慘嘅係嚟緊仲要作客踢一場超級難打嘅打比，對手阿華頓嘅狀態仲要幾好添，真係雪上加霜。好，大家睇下呢度呢，真係好對義。你可以睇到車路士嘅表現有幾咁極端，佢哋喺足總杯可以輕輕鬆鬆大炒人哋7球，但一翻到聯賽呢，表現就完全係另一回事，一時好一時壞，狀態大起大落，真係完全信唔過。點解佢哋表現會咁冇穩定？其實絕對無係好言。喺佢哋個表面底下，車路士嘅更衣室睇嚟正正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嗱，呢單就係爆出嚟嘅大新聞。身為潮隊嘅副隊長安索費蘭迪斯，竟然簡膽試公開話想走，仲要指明想去馬德里。話大佬，你咁樣做對成隊波嘅士氣同團結，絕對係一個毀滅性嘅打擊。不過公道啲講，佢哋領隊 Liam Rosenior 嘅處理又真係幾有 guts。你睇下佢點做？第一，即刻發停晒2場，冇情講。第二，雖然佢接受刀切，但最關鍵是第3步，堅持原判。呢一下真係 show 到佢嘅權威，話嘅全隊言之，冇人可以帶得過勁球會。所以呢件事嘅後續嘅影響先至係最重要啊！呢件事唔單止係暴露咗車路士內部有幾咁唔妥，最實際嘅係佢哋嘅核心球員安素將會因為停賽而缺席嚟緊最關鍵嘅比賽。呢個呢，對我哋嚟講，絕對係一個好機會。講到呢度呢，就互美解釋咗點解嚟緊呢個周末對我哋所有曼聯球迷嚟講會係咁鬼死重要。好，所有曼聯球迷聽住，呢個周末我哋自己對波嘅比賽固然重要，但有另一場波我哋一定要睇，因為個賽果會直接影響我哋嘅命運。冇錯，就係呢場車路士對曼城。大家一齊諗下，喺冇咗中場核心安送嘅情況下，如果車路士主場對住咁強嘅曼城，最後真係輸咗波，呢個結果對我哋曼聯嚟講，究竟意味住啲咩呢？呢個呢，就係我哋最想見到嘅劇本啦。只要佢哋一輸波失分，我哋同佢哋嘅積分差距就會即刻拉開，咁樣我哋喺前5個位就會坐得更加穩陣，之後比賽嘅壓力都會細好多。簡單嚟講，佢哋嘅失敗就係我哋嘅開樂。曼聯最近有咩大搞作？因為有個國際賽期，好多主力球員差唔多成20日都冇正式比賽踢。你話個狀態點會唔讓人擔心呢？好容易會掉鑊噶嘛。咁點算好呢？球衛就會諗到條橋，就係專程隊波拉去表杜柏林，搞個4日3夜嘅閉門接恨，要谷翻起佢哋嘅體能同係士氣。哇！你睇下啲細節，真係唔係講笑噶，成25個球員，仲要帶埋5個輕選做陪練，全部人要同房24小時都對住，目的好簡單，就係約佢哋重新變翻一個整體，為最後幾場波搏盡佢。好，睇下夏天有咩大計。而第一樣要搞嘅就係個中場，睇嚟會有一番大計做。中場大改就第一步通常是有人要走，而家睇嚟走嘅頭一個好大機會就係烏加地啦。消息話人祖元達斯、紐卡素同阿士東維拉都口說佢個價錢大概係2500萬元到3000萬歐元左右，都算係一個合理嘅價位。但最重要嘅唔係賣走去，而係之後點做。球會嘅計劃好清晰，唔係一行熱，而係用佢賣出嘅錢買翻2個唔同類型嘅球員，目後令個中場更加平衡。呢個表就解釋得好清楚啦。一個係剔開英超應醜影馬嘅佐恩戈梅斯，專做啲難嘅手檔地功夫；另一個就係波努費南迪斯自己有推薦嘅 Matheus Fernandes，負責組織同埋將個波帶上前。一個負責破壞，一個負責建設，個諗法係咪好清晰呢？嗰段中場跟住就係調鋒線，而家曼聯嘅策略好似都有啲唔同，唔再係追啲天價球星，反而係想發嗰啲未成名但潛力無限嘅潛力股。最好嘅例子呢，就係呢位啦，18歲嘅波斯尼亞翼鋒 Jadon Alibekirich 效力緊奧地利嘅薩爾斯堡。你可能未聽過佢個名都唔出奇，因為佢係奧地利聯賽今季加埋都只係踢咗短短217分鐘。
但係就係呢，最短短217分鐘，佢竟然交出11個入球同3次助攻，你話個效率清晰好得人驚，簡直係入球機車。啲橋探點樣形容佢哈？話佢好似一個左路嘅 Jack Grealish， 踢法好實際，而且左右腳都得，非常全面。所以你睇下，大概3000萬歐元就可以買到一個咁有潛質嘅後生仔，慢慢培養。呢單嘢天樂絕對諗得過噶啦。好啦，馬人計會講得七七八八，但最關鍵嘅問題嚟啦。搞咁多嘢，究竟邊個教練係會帶領呢隊新嘅曼聯啦？唉，呢個問題真係頭痕啦。你睇下市場上啲頂級教練，迪沙比去咗熱刺，安力基又話留喺 PSG， 基本上係冇乜選擇。既然出面冇乜好選擇，咁好多時管理層就會諗，不如穩定啲好過啦，係嘛？可能內部提升會係一個更加穩陣嘅做法。咁樣一睇，條路就好似為卡位期如開咁。首先，出面嘅大牌教練越嚟越少。第二，球會內部都想穩定軍心。如果佢可以帶隊成功打入前4或者前5，攞到歐聯資格，再加埋公醫失班球員優稱佢，咁佢做正嘅釘會可以話係非常之高。